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看问题。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也就是西利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画本内底的画面，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予大家听。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画本的这对母仔囝，是来自新北市的家东阿姨王雅玲，甲伊的两个古水的查某囝青弟阿姐，还有碰气小妹，欢迎做伙来欣赏。甲囡仔讲母语，甲爸母话传落去。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大家好，我是家东阿姨。大家好，我是青弟阿姐。大家好，我是碰气小妹。我甲恁讲哦，我捌听过恁的阿公阿嬷捌讲过，因细汉的时阵啊，因厝的拢有饲猪呢，足侪人的厝内面拢有饲猪，安尼恁有感觉足厉害的无？听起来伊啊就高水的，就肥肥的。猪仔足古锥的对无？而且迄猪仔要传什么物件互因食吼？我先甲恁讲一下哦。恁等一下用的，甲我讲恁听了，恁有啥物款的想法？我听讲因伫咧下课的时阵，就要紧甲册包下咧，就要紧去田里挂遐个因迄叫做猪菜，就是番薯叶啊，挂足济。挂了后，伊迄番薯叶拢长对无？因就爱紧摕去灶骹，家剁的，剁好安尼一块，袂用个安尼长都下落煮哦。因若是长都下落煮，可能迄猪仔会安怎？食一个全安怎？见着。有可能伤长的见着。我会记得，若是迄硬菜伤长，甲油都长出来，安尼吼。所以咱袂用个互猪仔见着。你讲？有猪仔袂使食青。对，猪仔是袂使食青。我较早叫是讲，迄猪菜就甲伊安尼规个，甲伊剁的青，就会使互伊食，袂使哦。猪仔伊是爱煮已经规个拢煮熟的，才会使饲因食。就算要互因食喷，也是食迄番薯，拢是爱搁甲伊煮过，爱煮做熟的。像即个册面顶讲的，芳芳嫩嫩安尼，猪仔才会爱食哦。若喷有无青的物件咧？若是喷内底有迄种猪肉咧。你讲猪仔食着猪肉？即个问题咧，可能现代较有即个问题。恁敢知影为虾米？伫咧较早的时代较无即个问题？伊无啥可能会去食着肉。恁敢知为虾米？其实因为较早咱迄厝内面拢较无钱，所以普通时其实是食袂着肉。我迄阵伫咧甲恁阿公阿嬷问的时阵，嘛有问因一个问题，讲若是有骨头是毋是爱捡起来？伊讲迄阵哪有骨头根本就无肉好食，逐个拢是食番薯签一点点白米尔。敢毋是？若是即马嘛是会惊掉。对，现代来讲是会惊掉的惊伊会去见着还是伊的迄喙齿就是塌掉的好，搁有伫咧边搁有3只鸭，这个搁互我想着讲，恁阿嬷有讲，伊细汉嘛有斗饲鸭，搁有斗饲鹅哦。伊咧就爱饲甲好，兄弟啊，这你讲。伊阿嬷滚一龟，对，你有听到？伊爱饲甲伊阿嬷滚一龟，安尼表示安怎？伊才食饱。对，食饱才会使转去，对吧？伊就爱赶迄鸭是赶鹅去食草食甲因阿嬷滚有一龟，安尼表示伊已经食饱，安尼才会转来。迄阿嬷就讲，有时迄鹅也是鸭拢无正经食，就伫遐要食哪毋食，伊就爱等足久诶。
伊就等甲足忝的安尼吼。伊讲佫有一届迄鹅啊爱生水，全撞落迄大水沟啊落，伊偌惊咧呢！伊想讲，迄鸭若是无去吼，可能会去互拍哦。伊全咧足细汉诶，紧跳落去迄个水沟啊内底去救迄鸭啊！迄阵啊，伊嘛感觉足紧张诶。好，恁看这个图哦，恁敢看会出来？若是要煮猪菜啊，伊是会用啥物来煮？伊可能是用火来煮，用火，伊敢若是香火。我看到伊边做侪茶。用茶安尼香火对无？伊这个鼎有大无？足大。我看到伊边佫有一寡豆油遐。嘿，对。毋过猪菜敢有需要掺豆油哈？这我无问呢。毋过伊家己食诶物件有可能嘛需要。对，家己人食应该是需要掺一寡咸味。毋过互猪仔会敢需要掺豆油咧？这后边咱应该问看觅啊。所以你是讲安尼，甲迄茶甲草茵，草茵伫遮对无？草茵，佫有，伊这一捆一捆是草茵嘛，这是茶。咱台中到即摆还佫有伫咧香茶，下底遮诶拢是番薯，规堆诶番薯。佫有一个椅头啊，伫遐用咧捡，对无？我想要讲一个物件，嘿，就是迄感谢叶啊，迄阵啊，迄咱伫一啊，嘛有看到，而且迄只猫咪嘛共款。佫有遐个白树的鸭，甲迄个即个囡仔困去，迄个共款有食，即三只，佫有出现对无？而且即个囡仔即届啊，一个佫较细汉的囡仔。对啊，恁敢有爱过遐尼细汉的囡仔？我有爱过碰瓷小妹。你有爱过妹妹？你的妹妹碰瓷小妹对无？像即个囡仔有可能爱足久的对无？伊爱咧做代志，是毋是？毋过伊是用爱紧爱。对，安尼可能用爱佫较久，对无？毋过爱久啊，可能会根据我的经验是诚深。伊手嘛是小可花咧。嘿，小可花咧，因为迄囡仔有可能嘛会做爱叮当，对无？伊有可能会叮当到伊甲伊迄个布袋拍开。好，安尼咱嘛讨论甲足精彩啊！咱先到这咯，大家再会，拜拜。台语好保守，咱着加减扣，扣若会招着，较好扣选择。台语好保守。番薯对台湾人过去的生活非常重要，所以有不少有关番薯的俗语流传落来。另外，不少50-60岁以上的台湾人拢捌食过番薯签。番薯签是安怎做的？还佫有单走每一个部位的名，你敢知影安怎讲？这部算落去，咱邀请嘉义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定春老师为咱来说分明。18集为着番薯、猪菜、饲鸡仔、甲枣，咱对番薯先讲，番薯、安竹，足一种讲法。这个番薯，阮前囡仔时代，拢食番薯大汉的，迄阵要食到白米饭足困难。番薯炒香的嘛是炒出来大萝卜。佫无通好食青的番薯，番薯要囥实，会不圆，不圆讲有毒，所以就拢清炒签。要全部担仔到咯，路边拍拍咧，番薯爱炒签的，嘛要碰过吼。所以讲，台湾人讲番薯救人无义，台湾人无通食时食番薯大饱，所以番薯捌互台湾人腹肚袂枵过，毋过过了，像我即摆。我看到番薯就走甲
怎我惊着吼？所以讲，咧经体人讲，会晓算，袂晓除，跳米定番薯，跳米就是甲米买出去，买番薯入来，当然这是袂好啦吼。当人咧讲话，有当时佫会碰风一下，较早番薯足紧炒香所以讲5斤番薯炒81两，5斤嘛只80两尔，炒81两都无一块好的当然这就要碰风啦。过来一个主题讲到灶，迄个讲袂了我讲一下重点就好。灶较早逐口灶拢有灶。我都讲大口灶，拢有灶。这家口人真济，讲做大口灶。若加过，迄人，迄家口人济，就爱画大鼎大灶。若兄弟大汉就爱分灶。阮查迄个灶我捌听过。迄灶有诶是足好起火，有诶足恶起火。若好起火诶灶。阮就讲好笑灶，好笑真好笑好笑灶要有一个意思，就是讲迄灶迄足紧起火，嘛表示讲人客要来灶咱即摆灶咁样无快灶有啥物呢？几粒灶或者灶灶坑下骹迄个灶坑，过来中迄个叫做灶腹。灶腹有迄个门开，会当控制火，叫做灶门。灶门顶悬迄个叫做灶埋。灶埋顶悬，迄个灶台顶悬，拢较接放灶点。灶点就是菜点啦，刀点啦，叫做灶点。拢伫灶遐咧处理现切现放落去，像迄猪菜拄现切，就倒咧鼎里啦所以边仔一定有一个平台，还有一个灶台。灶台顶悬就放灶点，就是咧处理遐粗的若灶的顶悬就是灶顶，放灶迄个所在叫做灶间。灶台咱嘛有人讲灶盘，规个灶间的所在讲叫做灶骹。迄灶骹足趣味的，迄骹附近的意思简单讲灶骹间嘛是，过来是讲灶柜个灶的柜过来灶柜以外，还有灶汤、烟筒、桶仔门的桶当然还有啦，都讲灶埋嘛，讲灶遐，迄讲袂了啦这个灶即摆这个灶差不多无人咧用灶的文化嘛对咧无去灶骹毋讲，做人讲厨房即摆差不多无灶骹当然灶口灶拢有灶所以因为灶生出来的俗言语足济讲袂了像讲灶君灶君公灶康公灶王爷啦这几个拢是灶神这个灶神的灶咱知过年是啥物？你当节拢爱圆甲洗一下，莫去学白投。这个造型就是咧会投迄个玉皇上帝啦所以这样的文化当然对时代咧变。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作伴，
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烟闪闪，无像山歌红的hen，金石脚月娘出遐顶。